恁义人啊，着因为耶和华来欢喜，正直的人的恶乐是合宜。恁着弹琴感谢耶和华，用10条弦的瑟学落伊，着对伊唱新的歌，弹到真好，声音响亮。圣诗18首，圣诗18首，请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永远徛底，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使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来受苦，对世界死来做人妇，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一天，他坐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来心化完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神，公道教会，圣道相通，做下的入地主啊，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来启应文第55篇。启应文第55篇，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得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恁减无比因较贵重。恁若因为要穿啥物操烦？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山野的花草今仔日缀我，明仔载互人迄落火炉。
伊减袂搁较甲你糟蹋。所以你毋免插番讲，阮要食啥物。这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在操烦。一声一日的艰苦一日长。即时暗头，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父爸，阮伫遮为你所赐的一切恩惠甲慈悲，阮当来献上阮的感谢甲懊恼。伫即个清早的时阵，阮来调紧伊的面，阮也要通来相信，阮伫即个清早时，咱要有真正奇事来发生。阮求你圣神，即时充满伫你的殿中，教示阮，互阮会通人知影，你要引带阮的所做所行，拢会通行伫你的旨意当中。也恳求你，赐互阮有智慧来跟对你，会当知影，阮着爱时常来甲你相结连。主啊，求你监察阮的所行，也恳求你怜悯阮的软弱。阮也要知，阮爱更加因为来倚靠你，来得到的快乐。求你祝福伫在座每一位的兄弟，拢透过你的话语，伫身心灵顶面，拢会当得到帮助。我咱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11月17，为大神主日，该行院车派凯旋教会的牧师吴志超牧师代表学院前来请安甲公道，敬请兄弟踊跃奉献甲代祷。小会公告：同意本会信徒诞生由姊妹的成人会籍转出到台中中会五营教会。下主日12月24是2024年感恩主日，本会举办感恩见证礼拜，敬请兄弟安静来诉说上帝的恩典，献上感恩的祭。教会也要举办为救恩感恩、为救人关怀的活动，时间是当天的9点到下晡时的5点，地点是伫咱的教会副堂的头前广场遐。关会请带身份证前往排队关会，关会会当得到一份精美的礼物。下主日11月24起，本会发送2025年油枪教会月历，敬请兄弟以每一户一份，伫1楼广场来签名领取。本会11月27周三祈祷会，因为有韩国的妈妈舞蹈团要前来表演，地点咱要改伫敬拜中心举行，敬请兄弟留意，并请大家踊跃参加。本会定伫11月7日下晡4点到5点半，要伫油厂敬拜中心举行2024年度的圣诞点灯活动，欢喜大家踊跃参加。本会定伫12月7、8到12月152个礼拜主日下晡3点到6点，咱要伫副堂举办幸福的特会，敬邀幸福小组的 Best 参加报名。报名请直接各组的小组长甲各区的区长，伫11月7日礼拜日以前汇整名单之后，咱来送到办公室。本会定伫12月7、8，歹势。具体消息，欢喜的消息，欢喜恭喜本会于建林甲黄氏如莲夫妇因生了一个足水的查某囝，咱真恭喜。互助社的消息，第一，社员消费性计入率贷款15万，年利息年率
3.6%。第二小项，社员伫在职公共教境贷款30万，利息年利率3.6%。11月30日以前来查址。煞接姊妹教会水会牧区的消息。第一，另伫2025年1月13日到19日，因要到东马沙巴来底选，为着要招募经费，计划伫11月24每主日上午9点半到12点，要伫1楼的广场举办义卖义诊的活动，敬请兄姐关心支持甲奉献。第二小项，11月16到20日要举办小组长邮轮灵修之旅，地点是伫冲绳石垣岛，敬请来岛。第四，欢喜的消息，本会曾文琪兄弟要甲詹子莹姊妹要伫2025年1月7日，就是拜六上午9点半，要伫油厂教会主堂举行结婚典礼。当天上午要伫金旗盛宴博爱馆来举办喜宴。男方家长诚心邀请各位兄弟姊妹，若要参加婚宴的兄姐，请伫本主日以前伫招待处填写出席的人数，以便备办。感谢各位中籍兄姐协助。赞美操的消息，11月30日礼拜六上午10点半到下晡时2点，咱要伫敬拜中心举办赞美操20周年庆肃顺恩典，欢喜兄姐踊跃杨丽萍队长来报名来参加。教界消息，咱请王牧师。你兄姐大平安。咱有报名咱高雄中的2024年的超圣经的活动，咱伫后礼拜感恩节顺要收稿超过时间真歹势，就无法度来甲恁送。第二就是咱高雄中的妇女事工部伫12月14上午9点要举办圣诞赞美礼拜，这地点伫林皇宫，费用800块含中昼顿请咱妇女生活队队员报名每人补助是400块，请咱郑美仪执事来报名参加。另外就是甲咱教会后礼拜有关系，咱教会后礼拜是感恩节有安排咱的兄姊妹要见证。上时咱已经进行足久，就是咱关会活动。咱的关会就是你若关会200cc全年礼券200块，卫生纸这每一包这100张，总共10包，以及另外加米1公斤的米这是信赖之友赞助。你若关会500cc的，就加倍，头我讲的拢加倍安尼吼。所以毋忙咱的兄弟踊跃参加。前半年咱第一届甲因合作是241地，那成绩袂歹，毋忙咱今年下半年会当突破这个数字吼。过来就是咱牧师甲牧师娘带咱的姊妹牧区去Okinawa咱为着因的行程来祈祷，求上帝保守因出入拢平安。以及咱姊妹牧区因为着明年正月19到13到19去多马沙巴迄个包雅族就是无身份、无国籍、无受教育互马来西亚的政府来赶去海边这要几百人因拢带队用竹竿用竹用迄个柴起厝伫迄个水面上因无国籍因也无身份证，因也袂当入去马来西亚陆地受教育，所以是一群国际难民咱的姊妹牧区有感动，明年要组10个人的团训队去前往来关心协助遮的细囝，伊迄教育顶原底的帮助。以上。
即时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9章，咱要对35节读到38节。耶稣遍行遮个城，遮个乡舍，伫因个会堂教示人，传天国个福音，医好逐项个症头，逐项个病痛。伊看见遮个众人就可怜，因为困苦四散，亲像羊无牧者。对安尼，就甲伊学生讲，通修行的是多，做工的是少，所以恁着求园主必工去甲因修行。赞美，咱请相连献歌队。讲到题目是修行的工人伫倒落，咱请吴志超牧师。感谢主，今日是台湾新人院纪念主日。胡牧师嘛是台湾新人院毕业的，甲咱何爱清牧师拢共款是台湾新人院毕业的牧者吼。咱嘛真欢迎。胡牧师嘛是明年2025年教协部的部员啦吼，所以明年阮是同事。咱真欢喜上帝差派胡牧师伫咱中间分享上帝话，咱拍鼓来欢迎。敬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即个日子会当甲大家做伙来伫遮敬拜上帝。所以咱伫遮敬拜上帝，这是个神的安息日，通讲是一个恩典福分的开始。所以为啥我会讲是恩典福分？因为咱伫遮敬拜头一项表示上帝已经拣选咱，所以你是有福气的。所以咱是上望伫这众人内面被上帝拣选的。第二个，你有甚物款的福气？是上帝设立这个安息日，互咱人伫这个所在来得到安息。咱看见每礼拜拜一到拜五，咱伫这中间真无闲，总是咱会当伫礼拜日伫遮拄则咱的相年，是毋是？用这诗歌真好听，这是一款的享受。所以咱伫上帝内面，咱有得到安息。第三有甚物款的福分？会当对上帝话内面领受迄个新的生命甲亮光，迄是一款的精神啊！所以咱伫上帝内面，这个主日，咱每一遍的主日，拢是领受上帝福分的开始。所以伫这个所在，咱当面领受上帝福分，咱嘛爱伫中间用咱的生命来回应上帝。所以今仔日我要透过这个题目，装台工人伫倒落，这个题目甲咱做伙来思考上帝工人伫倒。分享进前，咱做伙来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主安感谢你，祝你设立安息日，互阮通伫你的内面来定心领受，互阮亲像鹰鸟天使飞悬了后，阮有精神定心，去通出发。愿主上帝，你搁一遍透过你的话语，互阮伫这中间来看见上帝，你竞选阮、救赎阮，嘛伫这中间搁一遍呼召阮，互阮来回应你上帝的恩典。安尼祈祷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所以伫今仔日我大心要来问大家几个问题。头一个就是要问咱，为怎样咱会当称作是基督徒？为什么你会当称作基督徒？在座每一个咱拢是基督徒，敢是？是吼，咱拢是基督徒。为什么咱会当称作基督徒？上帝恩典，上帝恩典，搁有无？啥咱会当称作基督徒？因为你信主耶稣啊，所以你信主耶稣了，咱才能称作基督徒。你若无信主耶稣，你无法度称作基督徒。为怎样安尼讲？因为咧，咱若称作咱基督徒，表示咱是基督的啥物？基督的学生啊。所以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的意思。所以咱看见基督徒这个称号，就是讲咱是基督的学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唔但是基督的学生，咱嘛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既然咱也是基督的学生、基督的门徒，我要问咱另外一个问题：咱的老师教咱做啥物？咱的老师耶稣教咱做啥物？哇，咱拢讲伊的学生啊，结果我问讲，老师教咱做啥？传福音啊，吼，哇，真好，感谢主，传福音，搁有无？耶稣道成肉体来，传福音真要紧，敢有教咱其他的？彼此相爱，爱相听，确实吼。所以咱看见耶稣伫一生内面，唔但教遮的，伊阁有教咱什么？医病、赶鬼、传福音，替人祈祷，这拢是耶稣在教咱。就亲像咱的囝儿孙，咱若迄阵送伊去学校转来，你拢会问伊讲什么？老师今仔教你什么？对毋对？恁孙仔下课来，你拢会问讲今仔老师教你啥物？是你的囝儿转来，你会讲老师今仔教你啥物？所以同款，咱若真做耶稣的学生的时阵，我嘛问你耶稣教你什么啊？所以咱看见耶稣一当中，伊来道成肉体，教咱4项工课。这4项工作就是伊的教导，伊的医病，替人赶鬼，替人祈祷，替人传福音。所以今仔日伫新学院内面，咱看见新学院嘛有责任。伫这当中，新学院所要做的，就是要人训练门徒，训练咱基督学生会通对伫迄个原本兼职咱可能是普通时上班，总是周间牧师、洪牧师，还是陈牧师讲传福音恁就安那，大家做伙去传，对毋对？总是咱看见，若无陈牧师还是洪牧师带咱的时阵，恁家己敢会去传？我会啦，感谢主，安尼油厂教会真正毋茫，无怪是咱高雄中会通讲第一名的教会。所以伫这当中，咱看见新学院真要紧，就是要训练原本亲像咱是兄弟姊妹，总是了后有人愿意献身，成做上帝工人。总是真可惜，有时咱成做基督徒了后，咱常常将咱的目标只是定伫迄个受洗礼，成做咱唯一的目标。总是咱通知，上帝更要紧，就是爱咱来通做4项的工课。无论你是兼职的，你是专职的，都是要通做教导、医病、赶鬼、传福音。所以伫今仔日，咱看见咱有一个身份，就是基督徒的身份。所以这个基督徒的身份，嘛亲像咱后面这张图的一个身份的代表。这2张图是啥？身份证，你拢知影身份证？身份证有啥物好处？恁领这张身份证，敢有啥物好处？你是台湾人民，搁有无？搁会当做啥？奇怪呢，大家拢有这张身份证，恁拢毋知身份证有啥物好处唔知
身份证代表除了你是台湾的人民以外，恁65岁拢领啥？老人年金有领着无？国民年金有领着无？有啊，有是用这张来准算呢。这张你爱有这张爱65岁，你才当领呢。还有无？还有什么款的好处无？坐车满半价，大家进拢有迄个敬老卡，对不对？去年讲有1200点有去入无？有哦，拢有去入吼。所以这张身份证真要紧，因为你有这个身份，你有台湾人民的身份，你才能领受上这个台湾国要予你的福分。所以伫这当中，我顺便问咱嘛是上帝国的国民啊，敢毋是？所以咱有一个上帝国的身份，那呢，咱有甚物好处？哇，那个停去啊啦！头讲着身份证，大家拢知影有领老人年金，有国民年金，那呢上帝国有甚物好处？平安、喜乐，敢个有？上公永生呢？上帝国一个上大的要紧的，就是将来毋忘永远的活命。所以咱看见，咱毋但领台湾国的这张身份证，中华民国这张身份证，你有这款的稳定福分，咱领上帝国的身份证，嘛有永远的毋忘。阿门吗？恁有领着上帝国的身份证啊无？有吼，感谢主。所以咱看见，毋但伫这当中有最上帝要互咱的稳定，总是咱需要入伫上帝国内面。咱看见上帝国已经选咱真做伊的子民，受咱互咱领受迄个永远的毋忘。毋过，毋是领受尔，咱嘛要付上代价。咱来付上什么的代价？就是我拄则讲，耶稣爱咱做的，医病赶鬼，教导人传主的福音。所以咱看见一个上帝国内面，咱需要伫这中间用着咱有限的性命，无论你几岁，咱拢会通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因为你期待领着将来迄个天国永远的毋忘的事，咱来回应主啊！你来回应上帝，讲主，我伫这所在，我伫这中间愿成做你的车用。所以咱伫这当中，咱要回应主，总是要怎样回应？嘛要当回应的时阵，无论是真济教会，我家己牧会教会兄弟姊妹嘛是，我若讲要传福音嘛，因拢甲牧师讲啥？牧师啊，叫迄个少年的，阮有会啊，叫迄个较少年的，恁敢会安尼？袂吼，感谢主，我要叫伊来咱咧学习。所以伫当中，我伫咧中间，咱看见伫我的教会，确实若80几岁。哇，牧师啊，你叫迄60岁啦，60岁就安那？牧师啊，你叫迄个50岁啦，50岁就叫啥？叫青少年啦所以伫这当中，所以咱需要知影，咱要领上帝国的恩典，咱来回应主。所以当咱伫中间有时，咱若提示的时，这个福分就断暂。所以伫中间，咱若无回应的时，咱常常伫中间就无法度领受。所以，当咱若无回应的时阵，恁敢知影什么人上欢喜？对啦，魔鬼上欢喜。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叫比喻，这个真无用。真无用这句，这个字真有意思。到底伊真无用讲什么？伊讲什么 ？Being understand yoke， 意思是什么？当咱处伫撒旦的束缚的内面，叫做无用。伫中间，咱会看见当上撒旦，互你感觉你人生真无用的时阵，你就无法度回应上帝恩典。所以伫中间，你会感觉讲我年老无法回应上帝的时阵，你就无法度得到恩典。所以伫中间，咱看见撒旦伊真济时阵，互咱伫咧束缚捆绑的下面，互你感觉真无用，互你感觉无自信，互你感觉我袂话的时阵，咱就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伫今仔日个经节，内面，耶稣伫中间，伊行起所有的这方向。圣经在讲，耶稣行遍所有的乡下，伫安那回堂教导人，而且宣讲天国福音，佮医治济病症。
伫中间因看见因就怜悯因，伫中间毋但怜悯因，耶稣阁来讲安那，要收的庄稼济，毋过安那做工的人少。亲爱兄弟姊妹，耶稣是安就遮无用。耶稣伫创世纪，毋是讲要有光就有光，要信主就通信主，要有啥就有啥。为什么耶稣会阁变行所有所在？为什么？耶稣讲要有光就有光啊，要有海就有海啊。耶稣一命令就命令啊。啥经在讲耶稣阁变行逐个所在？为什么啊？因为安那。伊要来正做咱的老师，做互咱看啦。耶稣讲我安那做，恁就对我安那学，恁就当安尼行，恁就看见。所以耶稣伫中间行遍所有方向，去到伫会堂教导人，宣讲上帝个福音，医治侪人，总是伫中间，毋伫怜悯你。耶稣搁较济伫37节来问道讲，要收的庄稼济，毋过做工的人少。这句话什么意思？是耶稣伫中间要表达伊真牛，我来做就好啊吗？毋是呢。耶稣伫这当中有一个真要紧的事。耶稣伫中间要呼召什么人？呼召你，呼召伊，呼召咱在座每一个人。耶稣伫中间用伊的行动，用伊实际行踏，互咱来学习。因为真侪时阵，就亲像我拄则所讲，我家己的教会，遐兄弟姊妹会提讲牧师啊，你叫迄个少年的，牧师啊，你叫迄个青年的，当咱伫中间三下体的时阵，咱就无法度回应上帝。所以耶稣啥要临到道成肉体来到地面上，伊亲自做互咱看，伊用伊个个行动伫中间，互人知影，伫这中间要收的庄稼济。毋过做工的人少，伊知影做工的人少，所以耶稣伫中间做一个典范，透过伊家己的行动，互人看，知影要领受上帝个恩典，咱需要用实际行动。所以耶稣伫中间变行，世界看看咧，世界顺顺咧，看哪了有人需要，耶稣就伫中间替因来祈祷。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当咧邀请你，真做迄个做工的工人。耶稣当咧邀请你，伫中间真做迄个收庄稼的工人。你愿意互上帝用吗？若愿意，你还讲阿门啊，阿门啊！讲耶稣，我伫遮愿意用我。所以伫即当中，咱看见耶稣，伊毋是家己做，耶稣伫迄中间，伊做互咱看。搁较要紧，伊是要呼召搁较侪人会通做伙来做。所以耶稣伫中间，毋是讲我真牛，我讲有就有。耶稣伫当中真要紧，伊透过伊的行动，当地邀请每一个基督徒。所以当你真做耶稣的门徒，你真做耶稣的学生了后，咱来赶紧军队主，透过咱实际行动，透过你的行踏。变行所有的乡下，去到你的社区，去到你的厝边，真做上帝福音的路用。虽然看见圣经讲，耶稣伫中间看见困苦四散，亲像羊无牧者，就伫中间主动临到因当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你所徛起的厝体边啊，你的厝边有迄个困苦，亲像羊无牧者的无？有吼，啊！你有传福音互伊无？有啊，感谢主。所以咱看见耶稣伫中间，搁一边咱讲要收的庄稼济，毋过做工的人少。所以我要问咱，即个做工的工人伫哪了？做工的工人伫哪了？伫遮啊，对啦！你爱较大声讲伫遮，所以毋是伫圣经内面，嘛毋是伫新学院内面。是伫教会内面，做工的工人是教会内面。过去咱旧的观念咧，咱就想讲，迄个做工的工人就是新学院。总是牧师要来咱讲，迄个庄稼的工人坐伫即个所在。你在边仔鼓励讲，耶稣咧呼召你。耶稣咧
来鼓励一下，来鼓励一下。你边仔小铃铛伴来鼓励一下，耶稣呼召你啊！毋是呼召牧师尔，毋是呼召咱的中职尔，耶稣嘛呼召每一个兄弟姊妹。所以状态工人是在座的每一个你。但你讲，你个家己鼓励讲，我是上帝工人。差伫倒落去，咱的牧者伊是专职的，毋过咱是兼的啦，咱是兼的。毋过上帝嘛用你哦，上帝嘛用你。所以咱过去的想讲工人拢伫新学院，毋过咱对圣经来看，工人坐伫即个所在。所以这上帝当地用你，当你若愿意互上帝用的时阵，上帝就确定你，上帝就确定你。所以上帝要用的工人，无伫圣经内面。迄个保罗、迄个摩西、迄个提摩太，虽然因拢是工人，毋过安那过去啊，这人拢安那，拢是第一世纪的人呢。即马第几世纪啊？21世纪，恁拢知影21世纪。所以21世纪的摩西伫对，伫遮对，较大声咧。21世纪的摩西伫遮，21世纪的保罗伫对，伫遮对，好大讲。21世纪的约书亚伫对，伫遮，大家讲伫遮啦。啊，恁拢是保罗，是摩西，嘛是约书亚。所以上帝要用恁，上帝要用恁，就亲像教会这个字。教会这个字，埃克雷西亚是什么？埃克雷西亚这个原文的字，伊毋是咧讲这个硬体的教会。这个原文，这个埃克雷西亚教会这个字，在讲什么？一群被主呼召的人。所以你是不是互主呼召的人？是啊，所以你就是教会，知无？你就是教会。旁边的人讲，你毋但是工人，佫是教会。你是工人嘛是教会哦。所以咱看见这原文圣经咱讲，埃克雷西亚教会这个字是什么？是一群被呼召组织的人。所以你是教会，毋过你嘛是工人。所以上帝伊工人伫倒落，倒伫这个所在。所以讲到接近尾声，咱兄弟姊妹，你有相信上帝当咧透过你人生的生命，爱你去传，爱你去见证，透过你经历分享你怎样信主的故事无？我想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拢无共款。有的人兼才是第一代基督徒，你可能是伫病痛伫你的经历内面拄着艰难来信主的。总是有的可能是第2代、第3代，甚至第5代、第6代基督徒，因为伊的老爸、伊的阿公、伊的阿祖传予伊。虽然看见每一个人信主的经验拢无共款，毋过上帝要照着你生命的经历，无论你在什么所在拄着上帝时，上帝爱你，透过你生命的故事去分享互人知。亲像保罗讲，传福音爱传甲那癫狂啊，爱传甲亲像起笑掠狂一样啊。所以要小静去传，小静伫咧中间分享主的听。因为咱拢是什么？上帝呼召的人，因为咱拢是自称基督徒的人，所以上帝当咧呼召，亲像耶稣基督讲：我伫咧中间看见庄稼济，毋过要做工的人少。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今仔是台湾新学院纪念主日，传福音是上帝予咱的命定。有时咱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工作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无法度正做迄个第一线传福音的事工。毋过，牧师要鼓励咱，咱会当用奉献来支持因。总是咱嘛会当伫咧中间，用咱的生命来回应主。特别真侪时阵，咱会通伫即所在，互上帝讲：我伫遮嘛愿意找我。所以圣经搁一遍甲咱讲，迄个通修行的济，毋过做工的是少。恁着求园主派工，互因去修行。迄个园主就是什么人？就是耶稣。耶稣伫咧中间当伫找你，耶稣伫咧当伫呼召你。所以今仔日是主要用你的时刻，你若愿意求主透过你生命的故事，搁较济会通开阔
来到你的眼界。嘛，毋望主搁一遍扩展你的性命，互人看见你怎样因为上帝来入捌你，互你的性命嘛成做一个福音的出口。所以落尾，我要搁一遍问咱：庄太工人伫哪落？这是。所以以后若有人问你讲，庄太福音的工人伫哪落？咱好大讲，无伫新人院，伫对。伫遮，伫教会内面，借着咱每一遍接触福音的机会，讲我伫遮，愿主用我。所以我相信上帝透过伊的经调，透过伊的经选，嘛透过咱每一遍生命的经历，互咱会通去到伫咱的四周围迄个所在传主的福音。愿主上帝祝福咱油厂教会，互咱嘛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拢会通去经历，搁再经历，伫这个所在，互咱的经历成做主耶稣福音的出口。愿主上帝用咱成做福音的工人。最后，搁一遍鼓励咱厝边隔壁来讲，你是庄太工人。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主，阮感谢你，主你透过你的话语，互阮明白，庄太工人无伫新学院，互阮用新的眼界。透过上帝的圣经的话语，阮看见上帝你呼召每一个人，无论阮正几岁，无论阮是年轻，阮是年长，上帝你拢用阮，互阮通知影，上帝你过去，阮拢常讲庄太工人伫新学院，毋过对上帝你的话，阮搁一遍明白，伫每一个世代，伫教会，甚至伫阮个人，都是上帝你庄太工人。愿上帝你将你属天恩膏能力权柄，加天人当中，去到主你要呈现因的所在。无论伫因所徛起的所在，伫因厝边隔壁，拢成做上帝的福音的录音。安尼祈祷感谢，奉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48首，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咱感谢欧牧师今仔早起对咱的分享，上帝所呼召修正他的工人伫底伫遮，什么人？就是咱每一个人吼。咱当咧做幸福小组的上司，咱拢知影，副长带团队来做传播福音的事，本身就是一个征战，因为咱毋是甲人征战，咱是甲空中看袂见魔鬼撒旦征战。咱是要对伊的手头抢救遐个还未信主的灵魂，互人因为
咱所做工因得了福音，得了救恩。所以咱大心嘛，为着咱家己来祈祷，求上帝呼召咱，互咱有勇气，讲上帝，我伫遮，请你找见我，我愿意为主你做传播福音的人。啊，我无叔讲的，讲啊，老的讲啊，叫少年头，叫少年毋对，就是咱每一个人，咱每一个人拢会让开喙关心人，互人因为你的关心的一句，看见上帝的祝福的光。咱若为着咱家己祈祷以外，咱若为着咱怎啊做幸福小组的副长，同工来祈祷，求上帝加添开力，互伊有智慧、有能力，带领团队来做幸福小组的8礼拜。吼，咱为着这来祈祷，咱也相信为着陈牧师、牧师娘带了姊妹牧区，因去Okinawa 的行程，到后礼拜3开始转来到台湾，咱为着行程的平安来祈祷。咱也为着姊妹牧区，因明年正月13到19要去东马的沙巴做地砖，咱除了为因祈祷，因后礼拜开始要做义卖，啊，咱就尽量摕出咱的钱吼，甲因赞助，啊，咱嘛咱直接安那甲因奉献，互因这经费会当充足，啊，为主做工，咱举起咱的双手。咱大声话三声主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主啊，说我主面前来向你来恳求，主啊，你也帮助阮，互阮会当勇敢来回应上帝你的呼召。啊，主，你要收装他这庄稼呀，主啊，你帮助，互我这呼召临到的是阮家己，阮也勇敢回应上帝啊！这台湾的百姓，一人还未得到福音，主你互阮有感动的心，互阮对主正是领受快乐，为主你做工。主啊，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副长甲伊团队同心合意，为了主你福音来努力。互这幸福小组8礼拜，互这8的心拢受感动，愿相信你做工伫阮的中间，主你也带领阮。带领阮陈牧师、牧师娘，因带领姊妹牧区前往Okinawa这冲绳的日本的冲绳恳求你保守因，互因出入一切拢平安，互因享受上帝主你满满的祝福。主你带领因，互因去冲绳会当同详细拜访拜之家教会通过这个教会的训练，互阮有所学习，有所感动。主你也带领阮的姊妹牧区，明年的13到19，因要去马来西亚东马沙巴所在，为着巴瑶族这国际难民无身份无受教育无受照顾的国际难民来关心因的生活，关心这个细囝。虽然因是一个穆斯林的这个民族，主总是因愿意来接受这福音队，愿主你做工伫咧中间，互这个福音队所做的，互这福音的种子伫这细囝中间来下落，互因有福音种子来大长，互因来归应主，互因的性命来更新。主愿将阮这事工底选的事工，以及所欠过经费，原来热心来支持、来付出、来带导，互因会较有这开力来为主做工。愿主你施恩带领，听阮祈祷。亲爱主上帝，阮以主你面前来献上感谢。主感谢你，你拣选阮，成做你的门徒，成做你的学生，来跟对你的脚步。主当要收的庄稼真济，但是艰难一对。主，我要勇敢回应主，讲主，我伫遮，请找见我。我愿意为了上帝主你的工，你的福音来做工，互一切无信的灵魂，因为阮所传这个福音，我要对魔鬼的手头来抢救遐个无信的灵魂。愿主你加添阮开力，勇敢回应主。主，阮也会副长甲阮的幸福小组的团队，愿为着要关心人、引带人，愿付出一切心力甲金钱。主，总是阮较要紧的是，我靠上帝你的规律。愿主你帮助，互阮的友长教会同心一致，为主你来做工，互这无信的灵魂得到救恩。主，阮也将这姊妹牧区因明年正月13到19要前往
马来西亚三巴来关心遐国际人民，愿主你家庭开力，嘛像是主你圣心来感动阮，互阮会当为着因事工的需要来奉献、来支持、来替因祈祷。主，阮相信，当阮所做的工，阮相信主你亲自眷顾你的祝福。愿主你神听阮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即时奉献，咱请执事来收奉献。咱来吟奉献的诗。咱同心仰头来祈祷，感谢天父，感谢你的恩典甲赏赐，伫阮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互阮得到了丰盛甲富足，阮感谢你。当阮献上阮的感谢，求你祝福伫阮未来的年日内底，拢会当逐工拢经历你的同在。阮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祝福车恳。祝祷，咱请王牧师。咱同心，咱也受对上帝的祝福。愿将你交伫上帝恩典慈悲甲保圣手，愿全能上帝爸囝圣神恩典在恁顶面，对这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麦岛闭会。